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对于塑化剂、涂头油、涂淀粉也等食品安全问题，唔是已久，如果标出一个马起来，就算摸到油涂嘅长度，像最近讲係天然嘅，沙家甜味人工香精嘅棒，還係會本消費者感覺講本人騙嘅喲。喺觀眾朋友是注意看食品包裝上寫底為乜嘅成分，應該家家都看唔適合。乜嘅香料、甜味劑、抗氧化劑、嫩化劑、膨脹劑也都，大多數人根本唔知係乜嘅，也唔知食嚟一道喎。台灣市的合法使用嘅食品加甜物有17大類，799項按多，味素都會加個好食、加個醬、個香，幫助保存期限，像豆嫩、棒、酵母、米、麵、餅嘅飲料也都，是得講項項都有加甜物。更加食品加甜物也是得講乜嘅米是路調會出來，或是到天然嘅東西引來引難嘅。要求政府加強去查，啥講人力財力都唔拉。要求業者會詳細公布也得化學成分，稍微講係商業機密。看起來愛消費者呢，唔似加個講師嘛，對16度嘅東西還夠在意、夠了解，都只有繼續因產業者用眼人嘅空間幫人哋嘅財富。好食嘅胖會做乜嘅挑戰哦？軟軟的，帶有嚼勁的，味道當然要香啊。是好軟的，是好食的。香噴噴又鬆又軟嘅胖，當屬大家嘅事。專為說出改變，台灣人美食減少咧，面食率增加，但長豐配產業專業產區出超過6萬億元。該陸航項目地鋪出入一件4點麵包店，唔講你講啲，也當中控咧食品安全問題。胖當然會鬆軟又鮮啊，真好食，唔過實控咧係加咧食品添加物嘅結果。這個就是沒有加改良劑，這是加改良劑。那你會發覺加改良劑呢，我可以增加它的一個體積，它裡面的組織跟孔洞會比較開放，它會比較柔軟。平從強壯幸福嘅麵團，強壯嘅製作條件，做出偏加嘅改良劑嘅體積顯明下大，組織未很軟，製作過程度改良劑含做啲增強麵團嘅操作性。大家比較常用的是乳化劑跟這個改良劑。改良劑呢可以增強麵筋，讓麵包的體積啦、外觀啦比較好，然後它的孔洞啊、組織比較細緻。那麼乳化劑呢，事實上我們用的就是說，我這個麵包呢，它水跟油融合比較好，所以吃起來呢口感呢比較細緻，而且它這個可以讓麵包保持柔軟。外界嚟吼，有到個本土書做個實驗吼，發覺講有啲乳化劑下去吼，老鼠還會不更啱。口感粗糙，唔過賣胖之前，皮都落汗嚟到解，最近新嘅天兩隻胖就聲音做字幕，唔過無論係外發臭香、果子香，又係胡根香，雖然良心啲嘅香子，眼皮就香噴噴呢，看起來就當聲音。香吼，啲背吼一定變香精、香精。香精吼，其實對人來講吼，有當然成因是聽到香精下去，有過動兒啦、氣喘過敏嚟陽光會出來。人工香精成本便宜，香味耐久，比皮控超過15公分都含皮嘅多。唔過台灣合法嘅食品添加物，除了風培業廠調為用嘅香料、嫩化劑、膨脹劑、塗色劑、和品質改良劑兩道。含有豐富劑、殺菌劑、漂泡劑、調味劑來到，總共係17大類，799項。對當日紅廠過後是提出後開始，而咁啲自家當日食業的極多嘅食品添加物。米粉為到好看增加鹽性，可能會加漂泡劑、老鹽醋劑；五染共染為到增加彈性，可能會加結束劑。係講上為是冷搭。餅味道會增加口感，廠調會加膨鬆劑、嫩化劑、老香料；染料可能會加香料、色素、調味劑、老品質改良劑。因為成本便宜，做啲增加口感就好賣，甚至係幫助保存時間。食品添加物並應該生活當中自己慢奶起嚟，唔過包含色素、香料、膨脹劑兩條種類。
使用食品防伪和含量是下列。做得的各类嘅食品当中，含食质嘅细肉、适量使用。不过按样系卖出地址冇限制，半业者自家去解脱咯。这一些添加物也是要钱的哦。那每个人哦，在做产品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成本，所以绝对不会说无限制的增加哦。它一定是说能够让产品呈现，然后呢，它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来添加。这一类的添加物啊，它在做整体安全评估的时候，已经有把它最大的风险都计算进去，但是结果还是可以安全无虞，我们才会订定这样的规则。799項食品添加物做下係政府許可合法使用，不過總講係化學物質，專家認為對人體嘅空氣還係會有影響。化學東西對人身體大部分都講都沒有影響哈。像有啲防腐劑哈，你規定講是在表來的東西怎麼來表？不過安尼啲都業者哈當冇良心，明明哈啲啲防腐劑是在表投入嘅，佢拿來表到人面啲袂毒。有啲呢，對健康嘅人，一兩百食冇乜嘅問題，但是呢，有啲生意嘅啊，身體係唔好嘅啊，加油脂係唔好嘅啊，加肝係唔好嘅啊。無論老人家都會有問題嘅。照政府聯盟調查，市場嘅生意額大禮拜提升是200啷搭，至上流還係當年都市。看那倆都發了比報嘅通額，細細之報除咗8種嘅添加物。唔加宣講，美國統計，生意額認為是的含有重度添加物嘅食品，抽選不合嘅比例增加2倍，高敏比例增加3倍，兒童現象未增加的4倍。最近有10個州州被不規定後購買嘅食品禁止用化學添加物，建議推翻未選貴的包裝後，表示添加物對生意額可能會造成嘅空氣風險，本家長了解對生意額把關。有包裝嘅食品就按樣難控制的，海南唔是講3種食品，3種飲品時代嘅食品，狀況唔是表示身份。像係胖買充地圖屬嘅東西倆掉，消費者減得出走，地圖到底價的嘛解，減怕東南地。會被蒙蔽到了，然後蒙蔽了以後，就比較嚴格的一個違規的規定的部分，卻沒辦法採罰。但是有很多的這個品質不好甚至有摻偽假冒的這個東西，它都是存在這一塊。目前是並沒有這樣強制要求，不過如果業者他自願來標示提供消費者更多的訊息來供為選購的參考的話，我們也樂觀其成。未出係講，是做得繞 Q 業者策略做好自我管理，不過係講消費者從唔相關嘅，跟業者還有冇嘅相關。另外，食品添加物就搬走單方落複方，複方係加種嘅單方添加物夾用下。用風配入沖調用嘅貴量製造嚟嘅，地圖除咗碳酸鈣、磷化質、抗氧化劑倆掉。不過單方添加物為產業登記，複方添加物實唔是，使用用料未強重嘅情形，顯示管理上嘅絕大問題。因為這個複方的添加物裡面的單一成分，其實一定是要合法準用的添加物，而且單方的添加物已經要查驗登記了，所以呢，複方的添加物也參考了國際的規範，所以才免除了查驗登記。因為你複方就是說我們有一些隱藏的，你沒辦法去知道，因為它不必要去告知嘛。所以我們的問題現在很多問題都出在複方。因為這種香料的東西、香精的東西地圖比如講已有3-4種化學物質啦，每一種化學物質也都可以用工業合成的方法去做出來。你哋夾咗一下，你咪變做一啲人工合成嘅，唔係天然嘅香料，你也會有危險。另外，包含29種磷化質、14種烹調劑倆掉，做得用功能來表示，90種嘅香料咪做得合併表示，所以下香料兩次處做得，按樣消費者根本就唔知是啲乜嘅東西。而家嘅問題較多啦，一種劑呢有得200-300種化學物質，所以講真件要去管到該祖傳來講最好嘅方法都係一隻一隻化學物質喺物界，一隻一隻夾嘅 CAS 嘅號碼全部統計列出來。
不过，今年6月修正通过嘅食品卫生管理法当中，除了企业者为了强调来到食品添加物嘅身份，日照表示做下公布。下個先增加食品添加物嘅登錄制度，不過就數到業者反彈講，配方係機密，冇可能公布。业者一直说这个商业机密的问题在食品卫生安全的管理上面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为了确保食品卫生安全，我们必须要了解食品业者他所用的各项的原料跟食品添加物是不是都是合法、安全无虞的。法律修訂部分發展媒體告，業者實冇天才很配合，港港政府處事做得兩件數字村，講就冇辦法。現在食品加工技術越來越發達，會用的原料也越來越多樣化，還有我們食品的業者，坦白說程度不一，少部分的業者他並對法規並不了解，也缺乏自主管理的能力。是，那再來就是說。食品業者很多那衛生單位坦白說沒有辦法全面的掌握到所有業者的所在。基本上跟行政機關有沒有積極的、嚴格的、密集的不定期的去查緝，其實是有關係的。就如果法律你定了沒有錯啊，有一些規定你提高裁罰了，但是如果你沒有主動積極的去發現去查緝的話，那個法律等於一樣是空着，沒有任何的一個功效啊。初創法條規範到東灣山，還係為入言論落實。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管理原則提高至35沙，地方衛生局檢查原則總共提高400沙。每處係講暫時就535沙，為全國2300萬人民嘅食品衛生安全來把關。下納食品管理預算暫時就8億2000萬，平均大概人民分配到嘅經費是就36個元，仍然落後其他先進國家。譬如說跟英國來相比的話，這個每個人民可以分配到預算大概就少了一半。好，那我們稽查人員要服務的對象的民眾的數量多了1倍。係那照推翻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資料，2000年各地衛生局稽查食品廠商36000啷家，到2021年暫時查類總群12000家，少得637。不過稽查唔合格率就係對2000年間之上，到2021年只下就增加到嚟434。政府年底預算都唔拉，查實困難，食品添加物種類暗多，仲突發。法學名詞就當難了解，民眾應用對保護自家咯。自家好事是講，特別阿婆做嘅東西到底係要冇強壯，等到了阿婆強壯梅該什麼問題？但阿婆做嘅東西梅冇強壯，你實際先是先講，小考慮下，你東西實在是唔得。落來落去香料有嘅人講較香，係嘛？太香嘅東西就有問題啦。老實話講，但是牛奶就冇咁香啊。政府咩要管的，買人咩要有良心呐。說法子塗調酒、塗甜粉、高級原料表示唔食材，是按問題連連爆發。港港民眾是做得自家想辦法未？不要每一次食品衛生事件發生之後，要大家消費者去找發票，去退貨、去換貨，還要換他的麵包或換他的米，這個是不對的。應該是主管機關，我們的法律夠強，讓他不敢做這件事情。而家嘅管理嘅方向管理嘅做法實在來講都冇專業，都冇專業。政府相關嘅單位實際來講要對其他地度嘅人員挨個應該個去訓練。時代可以改變，時代可以進步。東西越來越複雜。人個知識用來服務你老百姓嘅當然啦，人個知識人個經驗人個做法沒有進步上做得了。人民抗權係國家資本，甚至關係到國家整體競爭力。無心業者為利益都錯法，政府認證嘅方式咪唔係半年當滿意。不過你可能未做得滿拿自家，係咪你其實咪唔係當材質？將食材料用業者相傳唔顧危險，那你嘅抗權來源記住嘅財富。